位于这个罗山温泉区后山的马赫坡，嘛是因为土石流致使连外道路的电火条啊总冲掉失电。咱独家找到一位伫咧新竹科学园区咧上班的工程师，伊本地是特别请假，要回去甲爸母做伙来过爸爸节，想袂到拄到这个卡努风台。真正是爸母疼囝长流水，伊的爸母惊后生家己落山拄着危险，是早一支刀亲身开路来护送着后生。三个人行1点外钟，总算是行到罗山的温泉区，然后伊的爸母才阁翻头行回去厝内底马赫坡。整个护送的过程，拢互后生甲记录落来，互人看到是真感动。目前人在马赫坡。然后目前的马路是非常的严重，已经到失灵。后山一片山坡景象，可以当看到道路拢碰起来。罗山温泉区后山的马赫坡受到卡路风台影响，参外口连接的道路拢松断去。谢谢你。好，他放哥哥这一路。一路伫淡谷的街豆豆啊向前行，可以当乐观来观赏笑。行伫上头前的老爸摕刀啊破开翻挡伫路中的树枝。因的后生是一个德科的工程师，专工请假回来到南投仁爱的厝，想要做伙过父亲节。严格说当着大雨，家乡断电搁封路，差一点啊都无法度回去做工课。道路是整个路基都被土石流冲毁，大概是在下午3点还4点，从那个时候就没电，因为电线杆被冲走，对面的道路就一直崩塌，有土石流声音，持续了1整晚。落山路地基去互大水挖空，路面上大大细细的树枝，也有土石，互人是真歹行，甚至中途阁出现着细条溪水。一家伙仔3个人为后山一路行1点外钟，总算来到罗山的温泉区。刷了个这对爸母又可以行回去马赫坡的厝。回家的路啊，我背1桶汽油，家里没有电。我早早咧行伫布满土石的轨道，在一边靠着双脚行回去厝。因唔惊路途遥远，亲身送后生落山，规个开路的过程拢互记录落来。现在素人行行，严过这份亲情，犹原是互人感觉非常的温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